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10月3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9篇第1节到第8节，出埃及记第22章第1节到15节，希伯来书第9章第1节到12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归利。昨天政府宣布了，今天因为台风停班停课。虽然这是一个由各地区县市政府各自决定的，但是呢，仍需要依照中央气象署的预报来做决策。这是有一定的规律的，并不是随意哪一位县市长高兴就决定的事情。也就是说，每一个政府、每一个决策、每一种组织都有它自己的规律，参与者不能为所欲为。在法律上更是如此，无论是我们说刑法啦、民法啦、商业法啦，或是其他任何一种法，都有它一定的规律。最基本的法律概念，其实就是以摩西律法里面的以牙还牙的法则，叫做 lex talionis。出埃及记22章第1节到15节，接续了出埃及记21章的规律，提到了一些偷窃啦、看守的责任。那无论觉得是否是合理，就是当时候呢就这样规定，所有的人就必须要按照这样去遵行。圣经的经文这样说到，如果有人偷了一头牛或是一只羊，无论是宰了或是卖了，他必须拿5牛赔1牛，4羊赔1羊。他必须偿还所偷的。他若是一无所有，就得被卖为奴，来偿还他所偷的。如果被偷的牛或是驴或是羊被发现时还活着，他就要加倍偿还。如果有人在夜间被破门进入别人的家，给发现了，被杀死，那杀他的人无罪。事情若发生在白天，杀他的人就有罪。如果有人在田里或是葡萄园里牧放牛羊，让牲畜到别人田里吃了谷物，他必须拿自己田里出产的谷物或是葡萄赔偿别人的损失。如果有人在自己的田里烧荆棘，点燃的火烧到别人的田里去，把别人未收割或割下来的农作物烧毁了，他必须赔偿人的损失。如果有人受托保管别人的钱或是贵重物品，被窃贼从家里偷走，窃贼被抓到的话，必须加倍偿还。窃贼若抓不到，受托的人必须到敬拜的场所发誓，表示他没有窃取别人所托付的财物。任何有关财产纠纷的案件，无论涉及牛、羊、驴、衣服或是其他遗失的东西，争执的双方都要到敬拜的场所去。上帝判定有罪的一方必须加倍偿还对方。如果有人受托看管别人的驴、牛、羊或其他牲畜，牲畜若有死伤或被偷走、抢走，却没有证人，
受托的人必须到敬拜的场所去发誓，表示他没有偷物主的牲畜，这样物主就得接受损失，受托的人就不必偿还。如果牲畜是被偷的，受托人就必须赔偿物主。牲畜若被野兽撕碎，受托人必须把残害碎骨带来作为证据，他就不必赔偿。如果有人向别人借用牲畜，这牲畜在物主不在的时候或伤或死，借用的人就必须赔偿。物主若在场，就不必赔偿。如果牲畜是用租用的，损失由租金抵偿。希伯来书也提到礼拜的规律，对于礼仪的教会例如是天主教啊、东正教啊、新议会、英国国教等等的，他们对于敬拜都有一定的规律，就如同在摩西的时代所规定的一样。希伯来书9章第1节到12节提到了摩西时代敬拜的规律如下：头一个约有礼拜的规律和人造的礼拜场所，那个造了的圣幕外部叫做圣所，里面有灯台、桌子和供饼。第二层幔子的后面的圣幕叫做至圣所，里面有烧香用的金坛和整个用金包裹着约柜。约柜里放着玛拿的金冠，又有亚伦那根发过芽的杖和2块写着十诫的石板。约柜上面有基路伯，象征着上帝的临在。基路伯的翅膀覆盖着赦罪座。关于这些事，现在不能一一说明。这些物件是这样安排的：祭司们每天到圣幕的外层举行礼拜仪式，只有大祭司进到圣幕的内层，但每年也只有一次，每次都得带着血进去，为自己和人民因无知而犯的罪献给上帝。圣灵借着这些安排来指明，只要外层的圣幕还在的时候，那通往至圣所的路就不开放。外层的圣幕象征现今的时代，这就是说，要献给上帝的礼物和祭品都不能使敬拜的人内心完全。这些只牵涉到饮食和不同的洁净仪式罢了，它是属于外表的规律，它们的功效只是到上帝改革一切的时候为止。但是基督已经来了，他做大祭司，实现了那些美事，他的圣幕更大更完全，不是人手所造的，就是说不是这被造的世界的一部分。当基督通过了圣幕，一举而尽全功的进到至圣所的时候，他并没有用山羊和小牛的血做祭物，却用自己的血为我们取了永恒的救赎。虽然是繁复，但却有其特别的意义，也可以帮助人借着这些规律仪式来思想上帝的恩典，其实是很有意义的。然后牧师曾经在新议会的教会服事，也在这个当中学习了很多礼仪以及信仰的意义，帮助我思想许多过去未曾思考过的信仰问题。
但是无论如何，最重要的是要帮助我们领受耶稣基督的献祭以及救恩。诗篇119篇第1节到第8节，行为无可指责，谨守上帝法律的人多么有福啊！听从上帝命令，一心顺服他的人多么有福啊！这样的人不做坏事，他们只走在上主的道路。上主啊，你赐给我们法律，让我们切实遵行。我多么盼望我能够忠诚遵守你的法律。我若重视你所有的诫命，我就不至于蒙羞。我学习你的公正法则的时候，要用纯洁的心颂赞你。我要遵守你的法律，求你别丢弃我。就是帮助我们透过圣经中的规律来遵守，来思想信仰的意义，纪念上帝的救恩，就是帮助我们成为一位愿意遵行主旨意的人，一步一步的来跟随主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